看这个台中市长的选战，民进党的人选也未确定。立委何欣纯昨是开记者会，要争取党内的情调。早起嘛到菜市仔探访着基层。同款是呼声真悬的，立法院的副议长蔡其昌，伊讲伊要选台中市长，表态已经超过300届了，伊会尊重党内情调的规则。打给你啊，何先生。民进党立委何欣纯透早就到台中建国市场去了解物件。我要秋刀鱼啊，即摆有起价啦，搁还搁较细尾迄是渔获量的问题。何欣纯争取党内定调参选台中市长，伊前日一天大动作开记者会，早起伊阁接骨来走基站，已经是选前的规划。真想要选的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，有甚物看法？你动员我动员，这个不是动员比赛，因为是征召制度，党有它既定的规划，有它征召的程序，静待中央啦。所以很多支持者，我都叫大家不需要这个样子。想太多了哈，我昨天只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表态哦，那其实就是想要让蔡英文总统知道我的决心。蔡其昌讲，党内定调有一定规则，已经表态过啊，就看蔡总统安怎决定。不过勇敢表态的人，绝对要有承担的勇气。我已经表态时间超过1年，次数应该300次啊，可以承担的就尽量表态，我觉得那个都很好。何欣纯嘛强调讲，不管什么人带头拍选战，伊拢支持。谁是这一只母鸡，我们一定会全力的团结一致哦，就是赢回台中市长这一战。那南营这边是确定由罗秀燕出战，另营这边到底是要叫什么人来竞选市长，一直也未确定。今嘛何欣纯甲蔡其昌拢讲要参选，那呢这个局好外界是愈来愈好奇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